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7章。以撒家有4个囝，得拉、普瓦、亚述甲申伦。得拉有6个囝，乌西、利番雅、亚力、雅麦、约宾散甲撒母尼，拢是得拉宗族的族长。伫因的世代是上强猛的勇士。伫大密的时代，因的人数有22600个人。乌西有7个囝，伊斯拉希、甲伊4个囝米迦勒、俄巴底亚、约尼、伊斯雅，拢是族长。因领导的人照因的宗族世系画档交集的有36000，因为因的某甲囝真多。因共以撒家一族的兄弟有定了伫家谱强猛的勇士，拢总有87000人。便雅悯有3个囝，比拉、比革、亚帖。比拉有5个囝，伊斯本、乌西、乌瑟、亚利摩甲伊利，拢是族长。定了伫家谱的强猛勇士，拢总有22034人。比革有9个囝，索米拉、约亚斯、以利以谢、以利约乃、暗利、亚利摩、阿比雅、阿那督甲阿拉灭。因拢是族长，照因的宗族世系强猛的勇士有20200人。亚帖有1个囝，必罕有7个囝，亚俄斯、便雅悯、以弗、基纳纳、说坦、他斯甲阿希沙合。因拢是亚帖的后代，是族长，嘛是强猛的勇士。画档交战的人有17200人。也有以尼的囝斯平甲户平，以及阿希的囝户辛。拿弗他利有4个囝，雅实、古年、亚瑟甲沙龙。因拢是比拉的后代。玛西的细姨阿兰的女子甲伊生阿苏列甲基列的开拓者马结。马结甲户平甲斯平各娶一个某，伊的小妹叫做玛加。第2个囝叫做谢罗菲合只有生查某囝。马结的某玛加生一个囝，叫做比利斯有小弟叫做西利斯的囝是乌兰甲利金。乌兰的囝是比但、
这个拢是基列的后代。基列是马吉的囝，马吉是马拿西的囝。基列的小妹哈无利吉生三个囝，伊是和阿比伊舍甲马拉。示米代有四个囝，阿现、示剑、利克希甲阿尼安。以法莲的后代苏提拉生巴列，巴列生他合，他合生伊拉代，伊拉代生他合，他合生撒卜，撒卜生苏提拉。以法莲阁生以舍尼甲以列。这两个人落去要抢加特人的精生，煞互迄所在的加特人杀死。因老爸以法莲为着因哀伤真侪日，伊的兄弟拢来安慰伊。以法莲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就怀孕生囝。以法莲甲伊号名比利亚，因为伊的家庭拄着灾难。伊的查某囝谢伊拉去做顶伯荷伦的伯荷伦，甲乌先谢伊拉三个城。以法莲阁生利法，利法生利色，利色生他拉，他拉生他罕，他罕生拿但，拿但生阿米弗，阿米弗生伊利沙玛，伊利沙玛生伦，伦生约书亚。以法莲人的所有地甲徛起的地区是伯特利甲附近的庄城，东边到拿兰，西边到基色甲附近的庄城，阁有示剑甲附近的庄城，阿那甲附近的庄城。阁有我郡马拉西人边界的北线甲附近的庄城，塔勒甲附近的庄城，米吉多甲附近的庄城，德尼甲附近的庄城。雅各的囝约瑟的后代徛起伫以上这个地区。阿瑟有四个囝，임나、耶西瓦、耶西伟甲比利亚，阁有一个查某囝西拉。比利亚有两个囝，希伯甲马吉。马吉是比萨围城的开拓者。希伯的三个囝，雅弗勒、索勒、何坦甲查某囝舒雅。雅弗勒有三个囝，巴萨、宾哈甲阿希法。索勒有四个囝，阿希、罗加、耶户巴甲阿兰。索勒的兄弟何坦有四个囝，索法、임나、希利斯甲阿末。索法的囝是苏阿、哈尼弗、苏阿勒
比利、임拉、比色、何德、三马、示沙、一兰、甲比拉。一帖的囝是亚述尼、比苏巴、甲阿拉。乌拉的囝是阿拉、汉尼业、甲利舍。这个是阿瑟的后代，拢是族长，是受选的强猛勇士，嘛是杰出的首领。定了伫家谱，会当交战的人，拢总有26000。